元朗原居民疑強拆91歲婆婆家園，警方愛理不理。大門個鎖無啦啦俾人換咗，家私俾人當垃圾抌晒出嚟。原本都係磚嚟嘅，係啦。呢度係八鄉上村黎氏祖堂地，黃婆婆同老公喺60年代租嚟起咗間石屋。黃婆婆上年2月之後入咗安老院同埋醫院，今年4月屋企人上去打掃嗰陣，發現面目全非。有人擅自換鎖兼清走屋內嘅財物，包括黃婆婆同丈夫生前嘅珍藏照，仲擺咗大量嘅裝修物料重新裝修。黃婆婆個孫話，一個自稱係祖堂司理嘅黎生話業主要收地，屋主冇權干預。不過黃婆婆份租係俾到下年1月先完，換言之，佢同業主口頭租約係到時先會完結。我知道阿 Sir 比較懶啦，可能都唔知邊度閉路電視，我亦都指埋俾佢睇啦。每一個閉路電視都有佢嘅 memory 嗰個儲存量嘅。咁我哋4月報警嗰陣咧，我哋已經好早提阿 Sir 話閉路電視，你快啲去睇，唔好錯過咗。陣間人哋又話 delete 咗，陣間人哋又話冇咗啲咁嘅嘢啊。咁結果而家咁耐去睇，阿 Sir 都心裏明白㗎啦。申訴無門，警察又懶行。鄧生又話黃婆婆知道件事之後，好擔心佢哋安全，話對方係圍村人，但都希望可以攞翻公道。你要抌，你要拆，你問咗個婆婆先好冇？即係你唔會婆婆完全唔知，轉頭翻嚟就已經冇晒所有嘢，冇晒所有回憶嘅話，呢一個做法係一個做人嘅問題咯。陸偉雄就話業主一方未經屋主同意之下入屋偷竊或者非法損壞建築物或者入面任何嘢，已經觸犯爆竊，一經定罪可以判監14年㗎。